各位老友記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夜晚9點幾，成間屋得返你一個，電視開住。其實你唔係真係想睇，你只係想間屋入面有把人聲，個仔或者個女打電話返嚟，可能係由多倫多，可能係由倫敦，又或者只係隔住幾個港鐵站問你食咗飯未啊？天氣凍，著多件衫啦。你對住個電話笑住話食咗啦，好好味，煲咗湯啊。其實你個煲湯一個人飲咗3日，你身上着住嗰件衫已經着咗10幾年。你無講你掛咗線，坐喺度望住部電視，望咗好耐，心入面有一種講唔出嘅空虛。我作為一個研讀國學同易經多年嘅人，睇過無數命理風水，亦聽過無數家庭嘅悲歡離合。我好想同大家傾一傾呢種空虛。好多人以為老人家晚年嘅福報係睇銀行有幾多存款，或者仔女有幾多個學位，但其實真正聰明嘅老人家，佢哋嘅福報係由佢哋嘅起心動念同埋日常行為累積返嚟嘅。有3件事，真正聰明嘅老人家死都唔會喺仔女面前做。你聽我講完以下呢啲真人真事，你就會明點解有啲人越老越有福報，有啲人就越老越孤獨。我識一個阿伯，姓陳，叫陳伯，今年78歲。佢後生做文職，寫得一手好字，份人好斯文，好有修養。老伴早幾年走咗，2個仔，一個移咗民去多倫多，一個喺香港住將軍澳。陳伯有個習慣，每個禮拜日朝早一定會去屋企附近間茶樓飲茶，一盅2件，一份報紙，由9點坐到11點。佢同我講，佢最中意坐近門口嗰張卡位。點解呢？因為嗰度望得晒成個場。推點心車嗰個阿姐行過，會大聲問佢要唔要鳳爪啊？陳伯。陳伯話佢每個禮拜風雨不改去茶樓，唔係啲點心特別好食，而係為咗有人叫得出佢個名，為咗嗰一點點嘅人情味同存在感。有一次禮拜日住將軍澳嗰個仔難得得閒，話要返嚟陪老豆飲茶。陳伯開心到前一晚瞓唔着，喺張床度點來點去，諗住個仔中意食咩。第2朝去到茶樓，個仔未到，陳伯已經叫咗成枱嘢，蝦餃、燒賣、鳳爪、排骨、粉果、叉燒包，叫到滿滿一枱，連放個茶杯嘅位都差啲冇晒。個仔嚟到，拉開張凳坐低，望住成枱嘢，眉頭一皺，第一句就同陳伯講：爸，你叫咁多做乜？食唔晒，嘥晒啦！你一個人嗰陣都唔會叫咁多啦，點解我一返嚟你就叫成枱？使咗幾多錢啊？陳伯個心吉噔一聲，就好似一盆冷水由頭淋落腳。成餐飯個仔一路覆 WhatsApp， 一路應酬咁同陳伯講2句，陳伯就一路答，一路望住成枱食唔落攤凍晒嘅點心。最後埋單，個仔搶住俾咗錢，陳伯想攔都攔唔切。出到茶樓門口，個仔話仲有嘢做，要先走。陳伯企喺茶樓門口望住個仔嘅背影行落港鐵站，行到唔見咗。佢同我講，佢嗰陣企喺度，條街好多人，但佢覺得好凍，唔知點解，完全唔想咁快返屋企。各位老友記，你估呢個故事講到呢度，最痛係邊度？唔係陳伯出錢定個仔俾錢，亦唔係個仔嫌佢叫得多，最痛嘅係陳伯成晚瞓唔着，滿心歡喜，精心準備嘅嗰份心意，被人用一句使咗幾多錢同浪費，狠狠咁打返落谷底。陳伯同我講呢件事嗰陣，已經係幾個月之後，佢係笑住講嘅。佢話冇嘢嘅，後生仔唔識嘢，佢都係為我好，驚我亂使錢啫。但係當佢講到為我好呢3個字嗰陣，佢對眼望咗去第2度，眼角有少少淚光。我哋呢一代華人，無論係留喺香港定係漂洋過海去到外地，都有一個共通點。我哋後生嗰陣捱過苦，住過板間房，做過工廠，捱過通頂。我哋比任何人都知道1蚊1毫幾咁難嘢，一頓飽飯幾咁珍貴。所以我哋見到仔女，第一件事就係想俾嘢佢，俾錢，俾嘢食，俾衫住。我哋表達愛嘅唯一方法就係俾。我哋嗰個年代唔興講我愛你 I love you 呢啲肉麻說話，我哋淨係識得喺茶樓叫多2籠蝦餃，煲多2壺老火湯。但問題就出喺呢度，後生嗰代佢哋唔等你嗰2籠蝦餃，佢哋出世嘅時候社會已經進步，
佢哋豐衣足食，佢哋睇重嘅唔係你俾咗幾多，而係你使得啱唔啱，有冇浪費。你成台嘢擺出嚟，喺你心目中係一份沉甸甸嘅心意，但喺佢眼中可能淨係得2個字：嘥嘢。呢個就係兩代人嘅悲劇。雞同鴨講，愛喺傳遞嘅過程入面變咗質。你諗下，我哋後生嗰陣物質係極度缺乏嘅，一隻雞要等過年過節先食得到，一件新衫係大佬住完二哥住，二哥住完細佬住。所以喺我哋嘅腦入面，潛意識覺得多就係好，俾得多就係愛得深。但係我哋啲仔女佢哋乜都唔缺，同一句說話，同一個舉動喺兩代人眼中係截然不同嘅意思。你無錯，因為你出發點係愛；佢都無錯，因為佢出發點係實際。錯嘅係你哋講緊兩種完全唔同嘅語言。其實我自己後生嗰陣都做過同陳伯一模一樣嘅事。我個女細個嗰陣有一年生日，我特登走去一間好出名、好貴嘅餅店，買咗個好大、好豪華嘅蛋糕，仲要落足本錢，加咗好多生果同裝飾嗰種。我滿心歡喜咁捧返屋企，點知佢望咗一眼就話：爸，咁大個邊度食得晒啊？下次買個細嘅得啦，好嘥錢啊！我嗰陣真係火都嚟埋，嬲到不得了。我話我咁辛苦俾心機買俾你，你又嫌三嫌四。後來我慢慢研讀易經，睇通透咗，先至明白佢唔係嫌個蛋糕，佢係怕嘥，係我自己將一份心意綁得太實、太沉重，重到人哋根本受唔起。易經入面最講究嘅一個字就係中，中庸之道。太極圖入面陰陽相生，陽氣去到極點就會轉化為陰，陰氣去到極點就會轉化為陽。呢個就係物極必反嘅道理。你將自己嘅愛毫無保留、鋪天蓋地咁壓落去仔女身上，對你嚟講係釋放，但對佢哋嚟講就係一種無形嘅壓迫力。你嘅過度給予破壞咗雙方關係嘅平衡氣場。所以真正聰明嘅老人家，第一件唔會做嘅事就係從來唔會喺仔女面前過分咁去俾。佢哋懂得留白，懂得適可而止，俾7分滿，留3分空間，感情嘅氣流先可以喺兩代人之間順暢咁流動。呢個就係晚年聚氣嘅第一步。故事去到呢度先至係真正嘅開始。陳伯後來同我講嘅另一件事，先至係佢心入面真正放唔低嘅結。過咗一排，陳伯去專科復診，佢心臟有少少毛病，要定期檢查。醫生同佢講，有項重要嘅檢查，公立醫院排期要排到下年，如果想快可以去私家醫院做，但係要成萬幾蚊。陳伯同我講，佢去公立醫院嗰次，朝早8點幾就去到攞籌，坐喺冷冰冰嘅長凳度，等到差不多11點先見到醫生。醫生一個上晝睇幾十個症，匆匆忙忙講咗排期，又交代咗幾句，前後無5分鐘就叫下一個。陳伯揸住張排期紙，望住上面寫住下年3月嘅日子，慢慢行出醫院。嗰陣太陽好猛，佢曬到有啲暈，坐喺醫院門口嘅花槽邊，諗住仲有大半年，萬一等客出事點算？陳伯返到屋企，坐喺張梳化度諗咗成晚。佢有冇錢？佢有，佢同太太2個人慳埋，加埋強積金，大約有180萬傍身。但係佢嗰晚諗嘅唔係做唔做檢查，而係呢筆錢使咗會唔會蝕？將來如果有咩3長2短，要長住老人院，要請人照顧，呢180萬夠唔夠？佢覺得呢筆錢要好好守住，唔可以亂喐，喐咗就好似對唔住走咗嘅太太，更加驚將來要連累啲仔女。後來將軍澳個仔打電話返嚟問候，你知唔知陳伯點答？佢對住個電話笑笑口咁同個仔講：我夠屎，身體無大礙，下年排到都唔遲。明明自己諗咗一晚，驚得要命，但對住個仔，佢講嘅永遠係我夠屎，我無事。各位老友記，你哋有冇覺得呢個畫面好熟悉？因為我哋呢代老人家對住仔女，永遠都係報喜不報憂，痛自己食，驚自己理窿匿。我哋到底怕咩？我哋怕成為仔女嘅負累。我哋成日講養兒防老，但到我哋自己真係老嘅時候，反而最怕開口問仔女攞嘢求幫忙。我哋一世人都習慣咗做給予者，到要人照顧嗰陣，我哋開唔到口，一開口就好似承認咗自己無用，
承認咗自己係個包袱。呢種心態其實最折磨人。你將所有嘢自己一個人扛，以為咁樣係錫仔女，唔想佢哋擔心。但係調返轉嚟諗，如果係你嘅父母明明病咗，明明手緊，但死頂瞞住你，到最後一刻你先知，你會點諗？你會唔會怪佢哋？點解唔早啲講？你會唔會覺得原來喺佢哋心目中你係一個靠唔住嘅外人？我哋瞞住仔女，以為係保護，但喺仔女眼中呢種瞞其實係一種深深嘅推開。你將自己最真實、最脆弱嘅一面收埋，你同佢哋之間就永遠隔住一重厚厚嘅牆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《易經》入面嘅一個卦象謙卦。易經有云：勞謙，君子有宗。好多人以為謙就係謙虛、退讓，將自己隱藏起嚟。但其實真正嘅藏係一門極高深嘅學問。你唔可以藏起一個假嘅自己，你將真實嘅軟弱、真實嘅困難展現俾親人睇，呢個絕對唔係你嘅無能，而係你對佢哋最深嘅信任。講一件我自己嘅往事，我太太臨走嗰陣，曾經同我講過一句說話，佢話：你呢個人性格太硬，咩事都收埋，自己一個死頂，咁樣唔好。個女係你嘅，你有咩事你要俾佢知，要同佢商量。我嗰陣點頭答應咗，但其實我冇真正做到。我習慣咗做成頭家嘅靠山，點可以喺個女面前示弱？結果我用咗足足5年時間，經歷咗好多轉折，先至真正明白亡妻嗰句遺言嘅重量。佢唔係叫我去依賴個女，佢係叫我唔好將個女當做外人。你瞞住一個人，咩都唔肯講，其實潛意識入面你就係將佢當成外人，覺得佢承受唔起，或者覺得佢唔會明白。只有當你肯同一個人講真話，甚至展示你嘅擔憂同無助，你先至係真正將佢當成一家人。我而家終於明啦，我希望各位朋友唔使好似我咁，要白白捱足5年，行咁多冤枉路先至醒覺。所以真正聰明嘅老人家，第二件唔會做嘅事，就係從來唔會喺仔女面前藏起自己嘅弱點。綜合上面2點，我哋嚟到第3個迷思。做人固然要面子，華人社會更加講究尊嚴，老人家就更加需要被尊重。但係我必須坦白講，喺仔女面前要面係晚年最愚蠢嘅執念。點解咁講？從風水同磁場嘅角度嚟睇，一個家庭嘅氣場要通順，首要條件就係真。你喺外人面前要面，撐起個架子係為咗保護自己，但返到屋企對住血脈相連嘅仔女，你仲要戴住個面具，刻刻都要顧及長輩嘅威嚴，唔肯認老，唔肯認低威。呢種緊繃嘅氣場會令到成間屋嘅磁場變得非常壓抑。你回想下，係咪有時候為咗證明自己仲有用，硬係要干涉仔女教孫嘅方法？又或者明明自己行路都腳痛，仔女話扶你，你偏偏要一手推開，大聲話我冇事，自己行得。呢啲表現表面上係自強，骨子裏其實係恐懼，恐懼自己失去權威，恐懼自己變得無用。但磁場係互相感應嘅，你放低個身段，卸下嗰層虛榮嘅面子，展現出真實嘅老態同需求，仔女先會放低防備，用真實嘅心去親近你。你真，佢哋先會真。家庭嘅氣流一旦打通，所謂嘅代溝自然就會消融，屋企嘅風水氣場自然就會聚福。所以真正聰明嘅老人家，第3件唔會做嘅事就係從來唔會喺仔女面前死要面子。講咗咁多，你此刻坐喺屋企望住部手機或者電視，到底可以做啲乜？風水命理講求嘅唔係聽完就算，而係要知行合一。我俾3個最實用嘅建議大家，等大家可以即刻調整自身嘅磁場。第一樣，如果你係好似陳伯咁中意俾嘢仔女，請你試下，下次見佢哋之前喺心入面同自己講一句：我俾係因為我中意俾，我開心，俾完就算，放低所有期待，唔好理佢哋食唔食、住唔住，係咪覺得浪費？你嘅心意付出咗，你嘅業力就已經圓滿。第二樣係最緊要嘅一件你一路瞞住仔女嘅事，可能係你身體上嘅小毛病，可能係你最近手緊唔夠錢，又或者只係你一個人喺屋企覺得好悶。一件小事，下次同佢哋傾偈嗰陣，平平淡淡咁講返出嚟。記住，唔好訴苦，唔好喊窮，就當講一件平常事咁講。你講得越平靜，仔女就越唔會嚇親，反而會覺得你終於肯當佢哋係自己人。第3樣，
依家就揸你部電話，打開電話簿，入面一定有好多個名係好耐冇打過嘅老朋友，揀一個打俾佢，唔使講咩大道理，問聲佢，喂，老友，幾時得閒出嚟飲餐茶，建立返屬於你自己嘅生活圈子，唔好將所有嘅情感寄託全部壓喺仔女身上。呢3樣，任何一樣你此刻就可以做得到。仲有，下次去睇醫生，唔好再講我舊屎，下年排到都唔遲。坦白講一句，我有啲擔心，你陪我去睇私家，好嗎？好啦，同大家傾咗咁多，最後我再為大家畫幾個重點，大家千萬要將呢幾句話放喺心上。真正聰明嘅老人家唔會過分給予，唔會隱藏弱點，更加唔會死要面子。表面睇做齊呢3件事係為自己好，實際上係將仔女越推越遠。你改咗呢3點，放低執念，你嘅晚年先至會真正聚氣納福。易經講到底係教人順應天道，福人居福地。最好嘅風水始終都係人心。學習義理唔係為咗迷信，而係為咗名利。分享智慧本身就係一種布施。如果你將呢番說話轉發俾身邊嘅親朋好友，等佢哋避開人生嘅雷區，或者喺低谷時得到一絲啟發，呢個就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你嘅每一次善意分享，都喺度為你自己累積無形嘅福報。如果呢番分享能帶俾你哪怕一點點嘅啟發，希望大家能俾易經聚氣閣點個讚，並訂閱關注。亦歡迎各位朋友喺評論區留低你哋嘅感悟，或者一句簡單嘅藏風守心，順應天時，等我知道你聽明咗，讓我哋共同喺呢個頻道裏凝聚正向嘅磁場。我哋下期再會，探討為何子女有出息反而成為老人心中的刺。